更爱去个腌制的紫苏梅，这个入菜，对。哇，那一样的问题要再问一下了，你就准备还有豆出来吗？没有，我够黑之后中辅食吗？回点传糖烤牛呗。烤牛。你是说苗栗市那家烤肉吗？是的。很有名，我还没去吃。中马熊儿走主食哎。谁？我叹气啊！哇，好漂亮哦！牛都咚咚哎，牛都咚。嘿，这道菜应该叫牛。那刚刚开口谈到眼嘴喊讲哦，他做在价值观吗？啊，走的。1、2、3，哇，漂亮。 Hello， 各位天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楊曙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你係中白強。你很讓我分心哎。嘿，我這次有要改變一下，對，聽上去係一家之主，咁講工作人員都把我們大家學會了。哦，真的。就哎呦，就好些咯。好啦，今日來到阿苗栗市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請玉鳳起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嘅朋友阿鳳誒。阿鳳你好。好，你好，歡迎到係陸子斌陸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自了哥嘅朋友陸師傅啦。好啦，今日咧來到咩係強有喺嘅鐵盤都苗栗市啊到位嘅，苗栗市嘅移民苗也到位嘅強享福同胞。 大拜你都要到畢業翕家，這是最幸福了。對啊，之前就攞一個啦，上次有遇到大家少嘅個，這個是超過200人嘅一件苗安樣。哦，200人年歷史嘅。好，來分享到今日參賽者，我要做嘅呢係表姊妹，分享到係 Q 強記、老尹真記分享。啊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歡迎。很強哦。哇，好。 然後分享到係表兄弟哦，來世環繞5年準。來，哇！思漢剛剛有個專屬的 pose 哦，那就看到。好啦，講到苗栗市呢，有嘛好高好料，本來想說自己講就好了。其實你是賽地通啊。不行，這樣我聽聽看朋友有嘛該上班。尹真記、Q 強記苗栗市有嘛該好高好料好食咧？哦，苗栗市哈，最近一2年又推出一個親子公園。 啊，是粉後料的。你講嘅溜滑梯嗎？對對對，苗栗有2個溜滑梯，全部都好高。啊，只有2個哦。沒啦，個很大型的。大型的。我安用哦，問一下我們，還有後上哦，尤其問一下89年次的哦。我們原劇係89年次的哈，記得我們圈動後上。而家都做碼頭路咧。老哥哥窮下啦。哦，哥哥係做中輔食嗎？可以點傳糖烤牛嘅。 烤牛，你是說苗栗市那家烤肉嗎？是的，很有名，我還沒去吃。係麼？我大概就當時我醫生牙給呢，真的，因為我每次滑 Uber Eats 就有看到啊。那今天除了那個串燒店，還有馬改做那個很好吃哎，苗栗市朋友都推薦我。你看拱都選哈，那個明珠姐完全就獨下次要認我的臉哦，黑豆絲乾。冇問題，冇問題。那有沒有其他要跟大家介紹？有啊，他就推薦他們店就對了啦，就最有名了哈。真嘅，因為苗栗市人最他們對。 如果活動嘅話，當年嘅話，苗栗就會有隻幫糧嘅活動。啊，幫糧嘅發通，也嘅幫糧真嘅係學長生意太節慶當中呢，苗栗市最特別嘅也嘅發通。當年呢都也嘅產業辦過後，睇起架幫人聽下來參加。先來看一下 T 出色彩嘅馬街。好，你好，大家都幫大家看一下，來到苗栗愛食馬街東四路。哎呦，怪事！第二個怪是早晨當炸嘅哦，很嫩，對不對？動氣。沙灘下來呢，出來分享到菜梯同有名嘅點頭家，分享到劉千義劉頭家，分享。這幾個好，哦喲，沒有啥嘞。你也該不會是89年次的吧79的啦，真假的？好年輕哦，也是很年輕。那你都要苗栗開傳統嗎？係啊，蔡顯然，蔡顯然。傳用版的傳。客家菜，客家菜。所以你是第2代了吧？我老提咗。哦。啊，做嘛？你咁樣你來台北燒幾下怪事咧？闽南那個客家人吼，新台北為東西就會怪事。就是怪事，這是我們客家的香水又來了。哦，真的哦。那這個可以做什麼樣的料理呢？可以炒鴨肉啊，可以炒蝦泥啊，可以炒雞肉啊。都可以做嘅乜嘅留嘅豬肉佢下料理。對，可是這個最主要它有季節限定啦。不錯講，要是沒有這個季節的話就沒有了。因為吼也可以洗澡。洗澡有嗰種防腐嘅嗰種嘅效果。
所以差不多係到大概幾月？當年的3月到8月3月咧到8月嘿，迄個生產期。哦，多數後尾時間啊，就會留去洗澡就保存定白定。啊，我都凍很遠哦，剛好拄好到你嘅時節，做啲食到啱好嘅是怪事。啊，怪事阿姐，今年我食嘅東西。怪事啊！今日食嘅東西。哦，你係做乜嘅？酥鴨嗎？紫蘇炒暗肉。啊，這是客家經典名菜了。來，誒，試試看呢。好。好香哦！你做嘅嗎？誒，點邊條做嘅？一定要特別要有薑嘛，薑絲薑下色，暗肉要有白度，同真的，有個香，怪洗肉起來就變成這一道菜的靈魂了。所以今天我們拿靈魂給大家，其他給大家變化。好，冇問題。因為提出料理呢，就拿一個做料理的靈魂，就怪洗來做變化，可能用嘴拿出嘛個厲害嘅菜色，然後睇起個薑下來比賽哦。福卡好明星。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面食，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哦，今日呢體育館呢，就拿一個怪洗來做料理嘅變化，風吹帶來料理係乜嘅？怪喜節，怪喜節，不是紫蘇鴨哦，也不是怪怪的雞哦。怪喜，好啦，我談看哈，今年吼咱所做嘅料理哦，那基本性哦，這個內行吼有專業有相關。好，談看哦，今年咱所做嘅料理係怪喜牛肉羹。哦，是燒烤方式。又對強。好，兩嘴有信心冇？有。真健吼。有。我日日來加油咯！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搶開始。好，馬上出來風吹看一下咯。來。加油，姐姐。好。兩位姐姐平常時係都係做乜條路咧？我大部分做義工較多。哦。你要準備個雞肉、雞色、冇乜強濃呢？這是土雞嗎？一般的里脊肉。啊，還有邊個梅哦？更係這個醃製的紫蘇梅，做嘅路菜，對。哇，那一樣的問題要再問一下了。你就準備它又倒出來嗎？沒有。很有春。阿 Q 強建議咧，你平常喺都係做乜方面嘅條路？家管。哦，媽媽米湯。啊，等下要煮水要先做乜咧？湯雞肉。我先湯嘅。啊，湯之前我錄過嘛？我醃製過。哦。因為我上門炸啦，哈，現場炸較麻煩，所以我就用湯嘅。今日係做類似像雞柳係嗎？對。哇，你今日又有識錄嘅哈？好，等下張倒出來哦哈。好。該不會我們的牛肉是你自己切薄片的吧？冇，自己切的，唔講係用牛小排。牛小排啊，安好哦。哇！牛小排是比較軟還是比較油花比較多？哦。啊，等一下，地圖會爆買個東西啊？地圖會爆金針菇，嗰個怪喜，好，一定要注意要有怪喜，嗰個還有都有剝皮辣椒，剝皮辣椒。它就第6進會做那個串燒串烤店的，所以什麼很重要？薑。你看秘密武器。真的。燒烤。自家調的嗎？自家調。那這個粉呢？你就有五香粉、糖啊，還有一點嘅中藥材。把握時間。椰味道蛋糕嘅話，其實會拌嘅幾隻東西味道更加好。好，邊做邊講。厲害咯吼！唔做嘛會開燒烤店啊？本來係做乜嘅？咩去做傳統做食咧？哇！啊，今日做乜嘅會上到吼，用個牛肉羹嘅方式來做那個我們的怪事啊樣。因為人哋較囂上咧，有較多創意。看得出來。所以人家都是一般就想講上一隻創意料理嚟做。哦。所以。幾多年吃啊？其實哇，真勁咧！其實7年級可以自家做調羹，咁厲害，唔會啦。啊，人弟弟咩人會叫他做？佢會平時冇事差不多天數。弟弟你下咪到火鍋店嘛，對不對？係啊。咪到火鍋店打工，因為呀忙做餅咩，所以到火鍋店打工，佢會訂做餅安尼。哦。所以其實今日基隆沙哦，雖然看起來講好上，不過我覺得做菜的經驗
应该不输人，不输我，不输我，不输你。不难吧？只是那东西都简单啊，不难。发挥创意啦。都要有创意，因为讲不用给剥皮啦，要算一张对味。对，算一张的创意料理。拐四肉把皮盖辣椒那个味道会不会互抢啊？唔会。一定要洗孔子地，那就先孔盖片。好好好。哦，哎，现在马杀鸡了哈。对对对。你录嘛个东西？哦，我要鸡肉哈，有调啊特制的紫苏梅去来腌制的紫苏梅汁哈，来调味。第一步先入味。对对对，比可能腌制一下，很有味道。对对。啊，除了该自己挑的种之外，还有干嘛的东西吗？哦，还有该是的，个呢糖。糖，个酒去腥味，胡椒粉，胡椒粉。啊，詹姆斯。也有一些嘞。哦，好好。也天当真的。真嘅，因为这个卤的梅嘅吼。啊，怎么个日天外先糖糕啊？怎么得直接拿落去煎系嘛？哦，糖糕的话吼，较唔会涩啊，啊想唔会直接炒香椒啊，羊肉的。时间未到咯。啊，等一下，个紫苏梅会拌进去吗？对对，我香牙草是冲的。我留起来，我准备好。也就可以做嘿，做得煮咧，哦，剩糖糕系啊。对。啊，你改片没做得开？对对对，开bomb怕，嘿。滚哦。改滚的。哦，你哦。皮膜按高温吧。哦，我想说高温回滚6稍微烫一下就好。机的方式啊，嘿。好。低温熟成啦。好咯，应该差不多的哈。差不多嘞哈。给本，抢的本，给。对来。安等下先孔改片好嘞。好。等下长狗类哦。做马上要做厨师嘞。我叹气啊！要用煎的话，一定会熟。哦，假使会将其磨熟的话，我会建议你批下，哦，其实一定会熟的。这下爆改 CD 哦，就买个就是专业的一些技巧，做咧教大家嘛。其实煎的时候，我煎很了，其实唔会散的。因为像包寿司还要压一下，你这个要压。溜嘅，用的按力压一下，对不对？好。嗰啲小配嘅翻個日本土當葱油。好，我干嘛？油係啊。七隻豆。七隻豆吧。真要。經驗本吼了頭出來，唔係用煎烤嘅方式來做。炙燒嘅，用煎烤嘅。你們原本是怎樣？個地方嘅話，就用火去開起。你說炙燒用？嘿，唔過用咩炙燒，我用火烤。大下一個就用火用，再係攞去烤落嚟，叫用火烤嘅。做馬上去做廚師咧。我嘆氣啊！明白？不簡單，就係講好傳天。我學到嘅數年，學到嘅數年來講，啊，本上沒有天氣啦，本上沒有天氣，就會上講就來做食咧，按用來做。強下做，一邊做。袁俊今天全部講到位啦吼，緊張到一直聳肩。第一擺參加嘅檔節目，佢會較緊張。哇！喺度上喐咗從攞杯嚟，成邊攞杯基本都較冇按過。好，喺度全部冰下呢個，然之後調味嘅，慢慢地去整。那裡面的金針菇，用有皮頭就當用嘅嘛，牛嘅米頭就出來。牛嘅米頭。對窗向哦。係啊。啊，裡面金針菇有沒有讓這個太幸福了吧？我要按用煎的話，一定會熟。哦，假使會將其磨熟的話，我會建議你批下，哦，其實一定會熟嘅，因為本身金針菇佢就會動容易熟嘅東西。它會動容易做的，嘿，叫出水個會開有汁，可以靠這種 juicy 的感覺。哎呦，很期待哦。係啊，按啲剩孔改片好咧，哦，按呢條碟啦，貼下。哇，都香誒！還有雞肉當卵吼。有。對啊。最主要係佢頭前要先滷過，然後就用心到了。啊，幹嘛㗎？對。哇！這也算是靈魂之二了。會嗆甜嗎？應該不會啦，因為量一大。因為紫蘇梅係幾起家走誒，所以他可能知道那個味道比例。不說嗆按用嘅話，我嗰加鹽也負責分嘛冇。
有加一些嘞，鹿角须这就加姜一条少，不说还有加一些糖。有冇氣泡啊？通啊，应该嘅湯汁有吧？本身应该通有甜分，它会啵啵啵啵。苏梅梅嘅係發酵嘅。啊，師傅問一下哈，因為看啲拐式係看起來係專門長喺表，那這個先放後放會有什麼差別嗎？先最後放雞的梅頭還會出來啦。啊，你比方說你下冰落去，雞的味道比較不會那麼重。啊，一萬雞。是。要水下，要拍拖係米酒誒。米酒剛係醃製，加下有調落去嘅。然後還要避燴一下，對，那邊係薑精。燒係啊。那薑精用磨熟啊。你們那個紫蘇梅我先剪過一下嗎？過嘢冇？不用。伊個蘇梅達用嘅時間其實已經上講有從起前擦啊、香菜來的畫龍點睛的方式，然後因到去冰下去，所以冇重做的冰下去，梅頭會焦睇。加係調酒吼，加一些調油，調色。啊，不卡動只煮下出菜啊？蝦吧。特別平常用暗用較多，因為我特別貴用甜用。咁不順。等下甜呀，給怪洗東西就 OK 誒。對。好，那我們這邊差不多到了哈。等下盤子要倒掉啊。要盤呢哈。好 ，OK，打開來。哇，很香很香。其實我們料理到步驟，其實牛肉不用吃到太熟，太熟的話，剪就會把這個肉體的話就怕磨好食。這個味道。各位喺度哦，在了。最厲害的嘞。厲害，喺度會烤肉嘅醬。那吃烤肉你這種是該講。對，但是我有問題，該醬唔是繞該牛肉窮下來煎哈。唔怕，按鈕。像如果是一般燒烤店，是一邊刷，刷好之後再去烤一下，讓它那個醬汁再吸進去，吸到肉裡面。像煎嘅時間唔是哈，用煎嘅法唔怕，按鈕我沒法就凍好食，因為係將本身就凍好食。好 ，OK，顧順你還沒做得嚟嗬。好，就是擺盤啊，對，擺盤咧。本嚟把今香味都盤嚟放上，非常去，各位蔥花非常嘅話就凍醬凍好款。OK，那我們要倒數咯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來試試看下鐵管底度哪部卡米西較好食咧。哇，兩組呢做得講係啊嘅用過嘅是傳統嘅米頭，然後創新米頭嘅大對決。先來品嘗一下，你啊有媽媽嘅米頭哦。好，來。咬下面的，咬下面的。對，湯汁。太高了，試試看哦。怪事沒有什麼動用。係啊，皮革區這是個感受到吼夏天的感覺。係啊。點有凍潤呢？好食。其實係一開始吼，想講，按你那一桶吼，該梅是會焦睇嗎？會不會更快老？結果唔會呢。好食，但要凍有米頭。但係好食係非常好食呢。好，來幫食南吹看啦。好，來吃吃看哦。哦，你知道嗎？一路包嘅東西，啲剝皮辣椒啊，然後金針菇，然後怪西嘅，有時候佢懂搭配嘛。你包的東西沒隨便亂選誒。冇隨便亂選，懂好食，你懂搭。尤其係個金針菇有爆汁，有爆汁，有 juicy 的感覺哈。好食嗎？好食。啊，推牛凍片哈。你會有點顛覆你對怪西的印象。對。好。你真勁懂難誒，因為呢兩組都按好食按讚的，而且呢一組有傳統的米頭，一組又俾人家驚喜。先來看食譜咯，起司譜搶分數。兩下幫一下啊，bingo！1-1，起司譜搶公平。你要不本兩片的話，因為佢該醬汁都該紫蘇梅醬有對到位啦。兩片呢吃炒都該硬肉肉。見到稍微重老一點，重老啲咧。食到鹹毛跟用我米頭咧。佢冇剪到暗頭。阿邊個？未當好食啦。應該就請個紫誒梅頭怪絲嘅梅頭啊，呢邊可能係梅嘅梅頭合香啊，可能經過伊咧紫蘇嘅薑梅，呢度係
爆落也是个东西动蛋顺，这吃到又烂，因为烂，你是味蕾是不开，你是天天又吃到咧怪死的梅头，而且啥都去个怪死的梅头，你两天的梅头转移好啦。好啦，第一关呢，就拿牙嘅怪事做编法，观众朋友们做了吃做看那总共已經呢。拿到一個怪事，就將拿到客家料理嘅靈魂享用。不過呢，生下來我哋可以喺咁樣試師傅帶來乜嘅4個料理嘅教大家咧。中埔素卤菜，好，咁樣試師傅帶來嘅料理係乜嘅咧？紫蘇四果燉飯。怪事4個果飯，那4個咧？對，哪個4果？兩碼個。芭樂、芒果、荔枝。令果，嘿，4果，啊，都是用水果的補飯哦。嘿，冇錯，啊，你還這怪是今天的主角。啊，你還有牛奶，牛奶，燉飯的意思。嘿，你還有蔥頭哈。嘿，好，哎，開始了哈。然後還用鮮奶油哦。嘿，這樣什麼要炒啊？因為這些不都是可以吃的嗎？有一些東西我先加入小醬醬料。不會太油啊？唔會。加香。啊，今年做嘛該會想到用4果啊？天氣熱啊，天氣熱。所以要較爽口。而且這4果哈，那個荔枝到芒果，現在夏天嘅水果，大家全部當對時誒。大家有乜問題再問我嗬。哦。啊，學進去哦。醬料先放去夾，放去香。好香哦。有哈。啊，有較有夏天的感覺吼。啊，你還有啊。令果先好哦，怎麼可以記為先？炒過幾好不會好。它是為什麼是第一個？第一個順序不一樣，因為它比較耐炒。哦，呀，有順序啊，炒過以後咧，它會軟爛。因為比較會上色，比較上色。等一下，它會上色咯。色味看唔會走出來，看唔會用色色。啊，怎麼解會溜皮啊？好醬啊，這樣。哦。有豐色的，有豐色好醬。有個黃色、紅色、綠色，哦，啊，你是料理紅綠燈哦。好，你係紫蘇，我先標一點啊，標一點啊，哈。為什麼是切絲啊？切絲，佢等下讓佢比較好入口啦。我的應該想法啦。所以你要順時係固定係啊？你未做得變化，未做得啦。可能這個紫蘇梅頭要出來呢，哈。哇，幾厲害哦！個蔥頭也是全變的。有哈，哦，蔥頭變。牛奶，哇！你要等個喊到溶哦。有問題就得問哦。這全部都是鮮奶嘛？鮮奶，牛奶，你未做得弄個動物鮮奶油未做得啦。鮮奶油未做得。我這樣講冰點的水。我喊我幹。點的時候呢？那不能再加一點鮮奶嗎？因為它的梅頭會下衝啊，所以我會加多。最尾喊來加下來。好，然後把它，點乜㗎？荔枝。哇，鐵白色都水果嘅補飯呢。對呀。蘋果、令果應該有食過，不過那個芭樂啊、荔枝沒有，對。甜蜜哈。一點點時候。但是我係煮雜嘅話，就用像洋葱。豆漿未做得啦，意大利香料。較養生嘅。蒜頭都會加嘛？蒜頭未做得啦。別香嘅是啲哦。未得。好，醬料最尾紅個冰點，奶油，放去味道再加一層。哦。調好到了吼。分量百家。分量百款有啊，牛的哈，還有最尾是冰的。哇！不過師傅，我剛才看你的你不用改盤哈，它不是那種半熟飯，它就是最後改那種，是嗎？因為講我下要改冷盤嘅，今年冇食睇啦，天幕做得，cái冷盤是做得來做咧，燉飯。炒飯用嘅啊，哇，這是一葉方舟嗎？葉子啊，因為根本係紫蘇。哇，這是拐絲嘅媽媽係嗎？你媽嘅盤嘅都有誒。哇！今日看佢含10萬用，唔好啲下牛牛。熟食嘅，因為嗰個白飯又加澱粉啊。這個。可以另外再加什麼起司？沒做等看，你要拐絲是變唔到蛋白，是乳酪，2種味道啦哈。哇，好漂亮哦！
哎，还蛮好哦，蛮好啊秘密武器哦。哦，大概啊，因为俩张嘅是特别的日子，你走在看上帝的嘛个戒指有啊，哦，哎是环还有上帝的钻石，哇，这什么？松露整块松露，啊，刚退休躺到眼嘴喊讲哦，哎，他们做在价值观吗？啊，走的。一、二、三，哇，了解。黑钻石，黑钻石，太夸张了吧？你跟上帝是什么交情啊？哇，又用哈，很香。你是不是记得上次也有人带松露来？没有，是因为上次说大家都说没有看过真的松露啊可是。你不是要那个 Otolo？我透露哎，没有哦。伊想讲卖了的松露只昨天只卖欧头罗嘞。这太高级了啦！下重本了，这是成本太高，所以你在发抖吗？哎，对啊，哎，其实应该没点过世面呢，这是我体育版款头真正的应。该没黑啊。可是我看的是干的，用摸粉呢。哎，两面黑哦。IS 湾先咯，紫苏四果炖饭。按钮就后 C 喽。怪是四个部分，那主做这道呢，先来出题目咯。好，日本料理必备葱款度该紫苏机的用意是乜解呢 ？A. 防止苍蝇靠近 ，B. 去除食物腥味 ，A、B 呢？好，先来猜拳。好，马上猜拳。我们要派出今天哦只有傻笑的居年香姐讲话。你有长哎。好，来喽来喽。剑斗山跳舞，剑斗山跳舞。哎呀，哎呀哎呀哎呦好，来先选哈，好，这样先选，先选 A 呀还是 B 嘞？先选 B B。哦，我们只能选去除 A。好，好。那公布多了。带马莎做的写的多，安泰嘅关系係啥的？好，答案係 B。好，用意。按猜过人家的胜配吧。你们想吃芒果还是令果？芒果。好，健康一下做乜解？因為該紫蘇做得幫助食物去除腥味、保鮮殺菌，佢嘅金魚種子和做得入藥哦。因為紫蘇籽油含有豐富的亞麻酸，美係為植物的深海魚油，所以答案係 B。哦，捏了黑暗油哦。好。先呢，体脂牌石头贵片改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我忘记了啊，松露啦。第嘛该，第二应該總的是見識學淺。又是狗松露嗎？貴片呢？真的。啊，姐姐嘞？有。啊，那就不好意思啦哈。我讲冇食過，真食得到。喺去年一發有食過。哎呦啊！有天的。有冇含純按豆呢？哦，你食。應該係有本地色當。哎。做得你看 Q 兄弟弟上身哎，尹真姐妹上身 ，Hello。Q 兄姐，你有吃過松露嗎？沒有。那請你吃一片。來，請你吃一片。要不要我來幫他弄好？來，這一片。不要再好可怕哦。做得生皮款，動好些東西，用不去搞懂。對啊，怎麼被你弄這？對。好，我給姐姐吃啊。又動特別嘛。鳥都獨掉呢。鳥都獨。嘿。這道菜應該叫鳥。韓日哦，日本嘅燉飯哦是非常係香嘅。哦，謝謝。它的那個甜味，是了哈。果子嘅質感嘅香味哦，前面凍香凍好食。哎對。因為我第一口吃到的是芒果。你用啥感覺咧？凍爽口。所以嗰個唔會呢個，按用凍嘢呢甜食嘟嘟好。我食到令狗哈。對啊。好什麼？我也默默把它們裝了這樣。唔怕。用 A 蜜桃嘞。
怪咸米汤有当料吗？有有哈。它这个炖饭哦，把握了时间哦，堵喉呢。因为有时候炖饭，假设你不用调到的水啊，不用调到的牛奶啊，它就会烂的面。不过我觉得这一次蛮 Q 的哈。那刚刚跳跳糖的哦，烟嘴汉讲哦，哎，汉走在尬节玩吗？走的。好啦，第二个呢，观众朋友做豆腐卡，自家来吃做看呐，然后都好很热甜，然後一個台灣水果全部標落來，都有變化咯。如果接下來呢，我來進行最波面一關嘅挑戰咧。料理逢6點，梁翠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撒點完成中葡式實天愛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理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。梁翠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戀分分麼？一家之主，你誰來上菜嚟？好，要到你料理逢長訂嘅時間呢哦，有看節目應該太貼有了解，但係來廚看呐，你煮做的拿到乜嘅食材啊呢？先來公布菜式。今日做嘅係豆瓣魚片。哦。等下有講嘅係魚啦吼。係魚，每天嘅手會痛。好，係哦。我哋今日做嘅係頭盤馬嘅東西，馬嘅上來先。某一道味猜拳後誒。好，猜拳後，我們再派一次煙子，好，我們的拳王，拳王哈，劍还会被拳王。殺頭哇，你哎，你先來先。很漂亮，先啊，现在就先缝色好了。好，1、2、3。来，然後唔講，認真這個最會煮仔菜，對，對不對？馬蘭薯做得冇？做的，做得幾做得？好，你好幫你下煙子，你手嚟實，好，等下1、2、3。哇！掉出來，沒掉出來，海茸，很厲害嘛！海帶的那種是嗎？我第一把看到哎，有做過嗎？有看過，哦，一般是我看到，我以為是豬皮卷呢。那你們想看影片了嗎？好。哦，哎，我覺得我們抽到好像比較好，因為給東南處理，跟還有骨頭。哦，好啦，你看又來了啊，又來了啊，又完全文不對題了。那個題目最後一個還好，讓你手到的東西。哇，我們是看說小 case 啦。OK 啦，都做的，按鈕等於太期間呢，他評分的了金行按鈕，馬上出來金行最報名館來挑戰嘍。好。挑盤呢啲嘅料理哦，兩組呢出到嘅食材都冇共用，都老唔嘅，都老唔嘅冇共款。好啦，唔怕，有信心冇？有啊，吼，大家有料理嘅功夫嘅話，一定做得咧。馬上出嚟進行跳3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啦！趁摸手頭煮食材。對啊，真嘅。唔過用咩比較爽口吧，我知道。唔係講有一片手頭，一片摸手頭。對。發浪酥嘅做法浪影片可能還是不太一樣，對吧？對，你給胸口來看一下。好了。好，要找邊先跑。當夠香吧，就當夠香。昨天拿落兩片拋一下，哎，姐姐摸着按用葉拋，兩盤呢？好，安尼好。盤呢？啊，太師傅本應款多。成腰。生意也有哦。哇！有乜嘅想法冇？要吃料理？就不用剖哎，哎对用，剖尾啊。对，而且炸够。成腰。這樣夠了。哎，我用2顆。哎呀，做乜要有豆腐哎？豆瓣呐，豆瓣係啊。豆瓣要加豆腐。都做得啦，做得配的呢，嘿。啊，你用晒就上高嘛，需要用嚟拍了嗎？哎，對，我們廚師做的天數人60秒。哦，安尼啊。哦。好，那個。那給我用。啊，羊啊炸啊，像嗆高一下廚師講，我是不是裹一點那個地瓜粉會比較好？還是你要讓它炸？對。你先切好。會不會窮打慫啊？啊。關你啊。
火没懂出油啊，对啊，油温很都重要。很重要。对，像你要破跟马浪酥的须节，是不是要破的像那个就是薯条啊样？你有可能呢盘切到中太地以外，跟破时間頭衝哦。那要不要 Andy 就60秒就滚厨师了破？好，厨師。可是我们要先切好，60秒，它只有切完而已。你切中太地，跟太大塊，熟成度很慢不，等一下还要切，啊，那要時間的哦，你係你會做嘅係一塊一塊，也係做一條一條。一块一块，一塊一塊哈。不规则好了。好，要再高温吗？眼神。冇啦，初邊摸水河啊，摸水河冇煮食食。好，那就先孔改片咯。等下都轉來就來用廚師幫我哈，那慢慢破哦，慢慢破。俊元老一個，有幫翻嘛？啊，我幫翻係嘛。哇，袁俊吼就厲害哦。哇！我一開始看到倆海茸嘅須之後，哎，他們地該馬嘅東西耶，結果袁俊一這樣切完之後，又上嘅哈，又是狗嘞哈，又上嘅哈。哦，是那個嗎？就是那個電話線，海龍啊，電話按開機。對啊，你係走嘅，平壤的，你你係走嘅落去切嘅。不過兩種切嘅縫隙係馬上告你，為什麼不切斷啊？哦，因為我們這樣切縫隙是要讓它比較入味，炒的時候。哦，總得故意挑那哈一炒嘅嘛。未做得啦，狂用班嘅。不過等下我穿燙過，那種東西一定要穿燙過，冇辦法加嘅米頭會有一種偏，這種偏種海味。因為你這個時候係馬浪酥，所以用剖誒。不過我們的是這個海茸，所以摸油不，我們不是用炸的。水油滾誒。啊，糖嘅須啲有加埋嘅麼？炸嘅須啲？所以加一些鹽。我們要加一些鹽。聲音。小心。哎，像這種海茸，它本身是海味，它本身係鹹嘅係嗎？略個會有一些些的。就是海的。好，OK，夠了。下去。海肉嘅湯差唔多3升秒到5升秒啊，海火必滾一下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就喊住你拍了哈，我們這個廚師幫我來拍了。OK。我哋問下，我試住60秒。做得強下。我試下問一下，你對個豆瓣的挑梅哈，有研究過嗎？調味的話，其實佢就用油煸過去怎麼上。哦，先炒香。先炒比上來。好。好，那就狂改片了哈。我們回來了，快耶！先試一下。啦。廚師，我過分的嘛。過分的嘛，你厲害。我問題就用到咧60秒哦。哦，係啊。我開始用了。幫你切嘅呢地瓜粉炸開好。先不要，讓他自己處理好了。等一下。走對。好，那等一下，我們請他來。先，我搶那啥，搶這個盧啊，好，盧師傅先，等下先起張了，還沒，慢慢哦，省時間。強下講，等下，你先把你要東西拿好了。強下講哦，等一下。小兄先，你未會講哦。好，等一下。好來。你係麥雞盤？幹嘛粉？要切沒？好，預備起。廚師，還沒計時哦。幫我。好，是這樣講。好，開始開始。好。找到粉圓圓。所以它是加什麼粉啊？這是地瓜粉。對。洋葱要切。等下記得挑半鐘而用炒過。阿弟，要不要一邊處理豆瓣醬？開火。哦，先那一炒哈。定型。生意哦好。誒，七師傅從你會黏起來嗎？佢差唔多嘅時都要攪一下。哦。用呢啲粉其實係唔會黏的。耶！它一定要加玉米粉嗎？都走真。哦。哎，又馬上走。哦，有聲音哦。哦，扣10秒。生意哦。還是要切啲呢。順挑。來。哦，40秒。其實銀珍姐本身是動厲害，她有丙級證照。丙級係嗎？厲害哦。她今年要考素食的。哇！所以佢係加減用嘅係個睇啦。4、3、你不給鋪1，你鋪出來哈。電動。我普通用誒。誒，鋪出來。普通用誒咧。要已經產到咯。講一下。
哎，多送1个15秒了。来啊来啊！哎，两记手就强化咗。来啊来来，情色和平哦。来。就按用做得嚟嗎？哎，產到改一下，產到啊！哎，盖一下呀。別，這已經最高溫了。对，我要按掉。還沒啊，好，直接按掉。这样会吸油哦。這樣會吸油。你看囧可以做啲現炒。加油加油！你趕緊再強下做。再強下做。让它做的先撩，對一對哦。調體咧，唔好咧。先撩起来。小心聲音，小心哦！这里。用到呢度係直接變下鹽吧，直接倒下去。哎。好，那就剩孔盖片了哈。好。可能要請你天數一下咯，袁俊。哦，天數了哈，公羊劉沙。先找。許褚除了天數外，就調一下米頭，好冇？好，先記好。哦，太麻煩了哈。調味的部分。嘿，呀，先東西先別。等一下，還沒有開始計時。媽呀！開始。開始了啦。哦，開始了。油都到了。你發現到家下7師傅要推到那個湯而來吼。湯。哎，唔是先炒不去香落去再加湯哦。唔是，香下。感覺它會有焦香味。哦。若買啲豆瓣這樣炒過，咁因為佢而家有乾開嘅梅頭啦，所以炒過佢咪會下香啊。哎嘛該。水。啊，創條有落去香下炒的哦。還有腥味嗎？不，你是下去半幾安嘅煨一下，米酒一點，去給它腥味。調酒味嗎？胡椒粉一點的時候，你等下你再試味到時候咧，好。調酒是因為等下豆瓣醬是有梅頭咧，水唔辣，水要較多一些咧。啊，創個調腐咯。調腐較好不調味。強下去煨幾下有梅頭，因為成日都有調腐嘅爛蛋咯吼。啊，等下起梅頭時候咧，椰子乾豆。我們是不是有要拉勾芡啊？最後面起鍋前要拉勾芡。等下胡椒粉摸不見散開。那我家叫，等下溫度鬆了一下。好，等下爭嚟咯。好。要攞桶喎。有了一些嘞。哦，你們也要拉勾芡哈？对。哇，好像麻婆豆腐哦。要上哦。哎，差不多。哦，你這個創條係水妹長嗰啲表哦。怎麼了？調腐散開嚟係嗎？調腐。變成調腐法了哦，變調腐法。啊，從邊邊這樣子攪。哦，只要搖一搖時候咧，我們撈的時候咧，快油勾芡未做得啦，用快油勾芡。哇！太多了。安全面疙瘩了。真的有麻婆豆腐來感覺。是啦，這位。不用。唔是呀。啊，因為豆瓣醬本身是會辣辣的。差不多哎。做得起吃蜜桃，吃蜜桃。蜜桃應該是做得啦。大概不用試味道。唔是呀。不用嗎？丙級廚師就是這樣。好，你係中意嗰時候咧啊。按差不多咧哈。等下天天都中啊。好，倒數咧哦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嚟試試看啦！水杯麵館哪部卡真係你嘅太重譜咧？好，第一個水杯麵館呢用陶盤嚟做變化，而且用馬鈴薯，然後用乜嘅那個海蓉，嚟試試看哪個特別嘅嗬？好，睇下嚟試試看啦嗬，以後是咧。馬鈴薯撈一個一槓米誒，徐強記你有滿意嗎？有滿意哈。俊元撈一個有拍飯嘛？我磅飯係嘛？摸盤啊，真嘅。我用拍飯哈。磅飯。哎，好多賭猴呢。用好全，然後我們剛剛還想說，哎，你這個便宜份拉勾芡係需要我用長豆嘛？唔會呢。會。結果賭猴。好，來揾隻男主角看下咯。來試試看下嗬。我係240度有嘅。哇，誒，你一回攏係補汁嘅。
因为那没切团，所以还保有底下的口感还出来。哎，你做嘅菜有没有圈为那种爆汁的感觉啊？就调料有下的小功夫的地方哦。然后用切正經開有做到米頭，圓菌切到凍好。因為你就處理個海咯，就處理到凍河。因為我一開始聞哦，剛處理過嘅時之後，它那個海味很重。我哋下選不出來。凍河選。好吃。樣吧，你出來。有燙過嗎？有先燙過。有。燙什麼？燙差不多沒懂30-50秒，差不多。他们都30秒到50秒。哦。而且豆腐有入味。對，還是一樣啊。我幫一碗飯當豆腐。對。你講我爸爸。好，不要正經講難評了，因為頭盤中哦，講正經呢，米頭食起來好像都很好吃哦。而且呢，給米用煮味色彩也是顛覆大家的想象。先來看一下起司夫搶本分數。冷水，哇！你一下看一下啊，bingo！冷水呢？醬芥色。好，看那個第一片以話，因為佢介豆瓣醬又炒過，又不用通落去，佢介焦香味，然後介豆瓣醬又結合在一起，是都鹹味重鹹。啊，佢醬汁話下鹹，唔過啱韓國是介海蓉又是到去，因為本身海蓉唔會講重鹹樣樣嘅。啊，第一片正炒講，佢介豆瓣醬又可能冇炒過，係用翻啱梅頭鹹冇出來啦。我先炒過。啊，bingo！佢這邊腔落係在清嘅調拌的梅，掠到之後淡筍的個調拌醬的梅頭，佢好大松的這係講，佢用到豆瓣醬好多，電到個時間有煮到好滿球，到底好球的本佢個就好做個梅頭啊，豆瓣醬冇變很多，佢變其他調味料本佢有層次啊，掠到可能係調下有用到個主廚填手的時候，叫佢調個用料，也有個梅頭的層次咁樣。好啦。牛有厚豆的哈，因为挑盘的话，唔但像不用挑盘中间，它还是有米头蛋糕的层次啊呢。好，成績出來，今日鳳吹得到1分，南吹得到3分。好，我頒獎金咯，哦，恭喜咱水做的得到3000票嘅加彩金。哇，我們袁俊可以補下褲子了哇！恭喜恭喜！好，鳳吹呢，你得到一台當好用嘅一個好相機，送俾你哋。哇，相機了，安好安好。好，你下問一下哈，今年哦其實都放有，而且我女朋友還特別夜班哈來探班捧場一下。哦，女朋友在這裡。呀，獎金哈，等一下哈，這個要孝敬一下哦。孝敬女友嘛。今年參加就買感想咧，得到嚟獎金哈，要放二哈。哦，同歡喜，第一擺嚟，第一擺嚟參加，得到呀，得獎金。聽講係第2擺嚟到客家電視台。半年呢，發係第2擺嚟參加呀客家電視台節目。啊，同歡喜日到本來嚟一陣機會來參加呢，係啊，第1擺到第2擺就蠻差別。哦，第2擺較冇按緊張咧。反正實力展現呐。係啊。你看，因為第1頭嘅那個牛肉乾，它就嚟第2頭這個海蓉。用心，用心來做就做得嚟。最用心的是袁俊，今年幾全部講到關，全是用心嘅。然後大家講一下，今年參加就蠻感想啊。哦，因為今年第1擺參加就較緊張啊，不過感謝外國推我嚟參加。哦，係幾報名係嗎？係啊。下擺有機會第2擺吧，可能就冇咁緊張。係啊，可能係自家太歡迎來咧。係，做對咯，你自家講嘅哈。自家講嘅。好，那這個就給哥哥了。好，恭喜恭喜！好，稍等下來睇下認真記，老太分享一下2擺參加嘅心得。哦，當歡喜來上一家之主嘅節目哈，就抽到我表姐衝下來哈，就是一個參賽的經驗啦，就準神奇好高安尼。好高啦吼，因為都按多年面前主持也沒第1擺咯。第2擺。第2擺。上擺有參加過別的比賽？有，以前有參加。沒客家電視台哈？對，也是那個盧師傅做評審。哇，家就當有經驗的啦。表現都當好，也給沒當好用帶轉去。好，安子說。就鄉親，你參加心得老太分享一下。哦，當緊張。
啊，等一下很紧张啊。第一次参加，很紧张。你跟袁俊很像哎，都是最后才开始讲话。啊，有欢喜。我们是助手啊。有欢喜吗？有欢喜。谢谢。有好多同事哈，喊你拜过来参加。好。十分感謝兩村呢，今日就有特別嘅互相交流，最主要嘅係要做嘅適當，也就帶來按讚就會料理。係啊，真看，佢兩曬係姐妹，我哋兩曬係兄弟，你一陣係正經係一家之主啊！假使講要我下還是馬上動會煮菜哦，夾來報名參加哦。冇唔錯，一家之主呢就歡迎睇自家強下來挑戰，下禮拜再見嘍，拜拜。